Hello， 大家好，嚟到支渣闖天下嘅土耳其第2集。嚟土耳其重中之重，梗係講棉花堡啦。不過我哋上去棉花堡之前，就先上山頂嘅羅馬古城希拉波利斯睇睇，因為佢哋係同一個園區，買1張票就可以遊覽2個地方。加上由上邊行落嚟就冇咁辛苦。希拉波利斯古城，佢以保存最完整嘅羅馬時期遺跡聞名，佢融合希臘啦同埋羅馬建築嘅風格。呢個古城建於公元前2世紀，佢擁有全球最大嘅古墓群啊！行下行下，我哋見到前面有啲白色嘅梯田啊，佢就係棉花堡嘅溫泉區啦。呢啲白色其實就係石灰岩嚟嘅，而遊客係可以赤腳去體驗部分梯田溫泉噶。呢度嘅溫泉水係含豐富嘅碳酸鈣礦物質，溫度大約35度。古人視佢為療癒嘅泉水。呢個棉花堡同埋喺山頂嘅羅馬古城希拉波利斯都係被列入為世界文化遺產㗎。其實棉花堡大部分區域都係禁止進入，以保護佢嘅景觀。所以人潮集中，而視野就相當震撼。呢個園區嘅門票大約30蚊歐羅，建議用半日嘅時間嚟呢度，欣賞埋個黃昏美景先離開。跟住鏡頭前面見到嘅係蘇丹駱駝商旅酒店驛站，係土耳其保存最完整嘅驛站建築，亦都係古代絲綢之路上邊最大型嘅商隊休息站。佢建於13世紀，喺當時每隔40公里就會建一座驛站，為駱駝商隊提供安全嘅住宿、補給同埋交易。嚟到卡帕多西亞地下城，佢係古代嘅避難所。佢深達60米，有20層樓高，曾經容納2萬人生活。裏邊有教堂啦、儲物室啦、通風井啦，同埋防禦石門，全部係用於躲避戰爭同埋迫害。而加帕多西亞呢個地方喺聖經提及過，佢係曾經作為早期基督徒聚居之地。呢一個地下城亦都係世界遺產嚟㗎噃。好啦，今日嘅行程嚟到呢度，晚餐我哋會去石洞睇肚皮舞表演。土耳其嘅肚皮舞喺全球非常出名，
佢被視為最具代表性嘅傳統表演藝術之一。好啦，我哋今集嚟到呢度，下集見，拜拜。